李敏華報導。2名傷者全部送去聯合醫院，其中包括36歲泥頭車司機同埋九巴司機。傷者當中最細嘅只有6個月大嘅嬰兒，全部傷者只係輕傷。事發朝早10點10分，架九巴98A 巴士駛經將軍澳寶林北路同埋寶康路交界嘅紅綠燈位，尾隨嘅泥頭車懷疑收掣不及，撞向巴士車尾，架泥頭車車頭損毀嚴重，車頭玻璃成塊跌咗出嚟，而九巴嘅車尾就撞凹咗。由於撞爛咗個油缸，現場佈滿油漬，警方要灑啲木糠喺馬路上，等候進一步清理。現場就封咗一條寶林北路行車線。亞洲電視記者李敏華報道。另外喺將軍澳寶林北路落車，朝早11點幾發生巴士同泥頭車相撞，2個司機同埋10名乘客受傷。由於巴士漏偈油，消防員鋪沙之外仲開喉戒備，警方懷疑有人剎車唔切，導致意外。